今日要介紹呢台車，好玩又抵玩啦。20年11月份嘅江淮瑞凌152匹康明斯，車況好靚好企理。舊車主係車紙皮嘅，從車嘅外觀嚟睇好新淨。750胎，而且呢台車係帶合法尾板嘅。先睇一台車嘅內飾，12萬零公里，車容車況都相當之企理，內飾都好新。機頭聲音平穩啊，靚機頭就係唔一樣。咁啊，台車2.45米內闊，好少有嘅呢啲闊車廂嘅車型，買到就係賺到嘅。有個雙側門，可以睇下車廂內部，好靚啊台車。車紙皮嘅車對於車嘅磨損其實唔大嘅。再睇埋個底板。台車帶合法尾板，啱嘅可以私信傾一傾。車就喺廣州芳村，有興趣嘅過嚟睇車，試乘試駕。呢台車係75800，買賣二手車，揾我就啱啦。